着点啊，别让它冒烟啊。真是废物，抬出去！你让他们搬到雨地里去，还怎么考试衣服啊？哎，这放下呀，放下呀，没用的东西！哎，也好，正好用这烟撩撩蚊子。这口外边的蚊子都快成了精了，在宣化那几天，差点把谁给吃了。奴才该死，孝敬老佛爷不周，请老佛爷开。行了，也怪难为你们的了。怪只怪义和团太不做脸，弄得大家伙落到这个地步。老佛爷，这碗里盛的是什么？启禀老佛爷，这快到大同府了，奴才怕老佛爷路上颠簸，就先让下人做了一碗山西的小肉刀削面。这味儿还真窜呢。快点！哎呀，对不住您老了，这营上可将就不得，早接锅吃不得，晚接锅它费柴火，这个讲究的就是个火候。哎呀，蒸包子还能蒸出什么名堂？把火弄旺点不就急了？嘿嘿，这您老就不懂了。想当初出了家当和尚的朱元璋，要饭还要出大明朝呢。嘿，不信您就看着。这当朝的西太后，那她要是要了饭，还没准要丢个大清朝呢。嘘，你想死啊？嗨，不至于。听您说话的口音是京城来的吧？哎，要想买着吃，还怕别人看出来自己的身份呢。您还有心气儿，计较别人说闲话？我说老板，这银子给你啊，来1斤包子啊，快着点儿。小买卖找不开呀。哎呀，您呐，来1斤包子，甭找钱，快着点儿。哎，是了您了，是了您了。
您那好，您那好。要说这开当铺设票号，谁都没你们山西人厉害。嘿嘿，小子没那命，就会蒸包子。哼！哎，闪开！哎呦！好不容易买着的，来，实在对不住，摔着哪了没有？王爷就剩这么几个了，您先垫吧垫吧。好，您怎么着？王爷，快，荣大人600里加急奏折，拿着。哎，来菜了啊！哎，快跟我说说，京城怎么样了？别提了，洋人到处杀人放火，徐同徐大人自尽，状元公重启重大人吞金，全家人都服毒了。啊！王爷，600里加急，耽误不得。快，张文志扶他起来，去见太后。快！洋人还想干什么？启禀太后，联军统帅瓦德西住进了仪銮殿，正在指挥2路大军，一路直逼保定，一路取到张家口，说是要把太后和皇上捉回北京。大胆！是，得说请回北京。大人，洋人要是这么客气，还能逼得上吊的上吊，吞金的吞金，挺大的活人，自个儿怎么能毒死自个儿呢？大胆！你小心欺君之罪。是啊，来，这大同府是待不得了，立刻起驾太原。这让人去联络山西巡抚前来接驾。还有，快拿笔墨来，将谕旨给李鸿章，让他从便行事，抓紧议和。这